加上下来呢，我哋那个高级认证吼，除了讲糖啊、钢啊，咱写作分做银票，作文两部分来讲。嘿，像银票高级认证係一技法重重，每一则诗都会同银票票出来哈，对家长来哈。完全做唔得有一些差错啊哈，係要寫到幾清楚。寫係音票後咧，下來就係要寫2篇嘅作文，一篇個短，一篇個長。係，啊，個就會靠大家平常時要多加機會練習喎。假設先生平常有乜嘅時間做練習寫作啊？有啊，像我哋兩啥，賴群組，我哋係咩兩啥？就用客語詩來寫，就係因為吼，蘇建先生佢堅持用客語詩來做賴群組嘅回答溝通，群組裏邊所有嘅人就一沙兩沙，大家就共用，全部用客語詩來溝通哦，也個就會增加自家寫作嘅機會。咁除係安尼咯，唔單止安尼，係像啊，我哋客語詩有嘅方式，很多寫客文。大家呢做得同生活當中發生嘅事情記錄下來，用客家詩來寫，寫完就做得了投稿嘅。錯，像明年啊，全國語文競賽哈，會鼓勵大家投稿哦，哈，朗讀文章，假使唔寫嘅內容，哇，你寫呢，加本線書安尼睇朗讀嘅，從所朗讀出來，我是感覺到嘅機會會幾難得哈，幾上癮嘅哦，嘿。除係寫客文、寫朗讀文章，其實啊，我哋也下了舉辦幾多種無共用嘅客家語嘅文學比賽。錯，其實大家要注意嗰度教育部嘅啊，又係嗰度嘅私人嘅舉辦嘅機會，本自家一個機會寫作記錄下來，唔經歷過嘅事情，又係唔想去表達嘅事情，我感覺到嗬，有得獎冇得獎係另外一回事。不過因為安尼，我哋增加自家寫作嘅機會，當然對客語詩嘅用詞吼就會講清楚，那我用茶詩，當然安尼要參加高級認證機會就高過咯。係，除了寫作以外呢，其實我哋因為大家冇全部都係喺客家種嘅，冇法度講明日早晨啊，放起來都按部頭水冇按從嘅時間，全部講客嚇。加我用嘅增加自家談講嘅機會呢，嚟明個靠自家來創作嘅哦，嚇。嗱，你呢做得平常時生活當中有幾多嘅機會，像客家新聞雜誌、客家新聞台、電視台，還有講客廣播電台。佢特別有幾多嘅故事啦，幾多嘅新聞，也佢唔但係增加自家談講嘅機會，其實我哋幾多現代嘅知識，沒有對一條新聞特別去學習來啊，錯嘛？錯，像一下有一個新聞幾神奇，哪個講看啦？古婆塔哦，錯，嘿，佢嘅時代冇共用嘅，嗬，我哋頭擺好就簽寫來嘅，從事寫來嘅有冇？家嘅家族些乜嘢啦，又係離婚咧，又係冇家嘅，又係貴族就冇係咧，錯，嘅些乜嘢賺萬吹歌哦，家件時代冇共用嘅，錯嘛？總統做得嚟入古婆塔，錯，係本做不到所有嘅些乜嘢，古所見嘅時代啊，不管係寫來嘅些乜嘢，大家有偏見。好，唔係講搶從事到寫來，我先會咩係啊？故說各位朋友，我哋生活當中呢，有幾多嘅機會做得談得到、看得到、讀得到，錯嘛？錯。就像有一個紀錄片啊，就按到談下火，而底度就講到點一盞談下火，本家出去嘅乜嘢，潛到盡每家嘅路。哦，有道理哦。嘿，也下客語詩辦呢高級認證，就像點一個談下火，點盞火。錯。本所有認同客家文化、認同客家人身份嘅人，都做得潛到自家對客家人嘅認同感。錯，故所歡迎大家來參加高級認證哦。嘿，今本日我哋分享就到這，感謝大家。感謝大家。